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阁有机会来甲咱直接来做伙敬拜上帝，来听上帝的话。咱逐工拢爱做侪大大小小事的决定，咱知其中有的决定有真严重的后果。譬如讲，咱若是要去 New York， 咱就爱上 I-95北行。无论咱开的是迄个韩国人的현대世代车，也是智慧型的 Tesla， 甚至塞18轮迄款的大卡车吼。咱伫开车的中间，若是干那顾咧看风景，也是聊天，也是咧想心事，若去互伊走毋着路，伫迄个岔口的时走毋着路的时，咱就爱赶紧回头，找到正确的方向，到尾才会当到纽约。若无走去甲 New Orleans 嘛毋知。有时咧驶车的时，咱拢用 GPS 有无？若去无熟悉的所在咧驶，你一无注意去互伊找无路的时，咱的 GPS 知影讲咱迷路咯。伊就安尼讲reroute， 敢若真欢喜，其实是足烦恼。重新调整路线。咱这礼拜是大斋节 Lent season， 伫咱教会的这个年历来讲，就是伫受难周，主要所受难40前的40天。咱每一年全世界的教会基督徒拢做伙利用这40天的时间，即敢若因回教徒嘛有 Ramadan 吼。咱有 Lent， 就是要互咱搁一摆来思考咱的人生、咱人性的软弱、咱人类的有限，甲咱有时伫这个世间的日子拄着试探是灾的失败的时阵，互咱有机会搁一摆伫主的面前来反省，来重新调整咱的路线 ，reroute。咱伫咧行咱的天路的时，咱知影咱得到上帝恩典，安怎样过基督徒好的生活，安怎样伫教会来服侍，安怎样伫社会来做见证。总是咱也知影，伫咱每一个个人的人生一段一段路的过程，咱有会拄着侪的决定。咱祈祷的中间，咱思考的中间，咱请教亲人朋友中间来做迄个决定。所以 Lent 嘛是帮助咱，搁一摆来想起，到底咱的人生是甚物款的人？咱有甲家己看过超过咱的能力的人无？到底咱甲人的关系有好也歹？咱有需要搁一摆甲咱的亲人朋友同事的关系搁一摆调整无？还是讲咱逐工咱的生活的优先的顺序，到底是咱家己健康较要紧？是咱的囝儿孙的代志较要紧，还是教会的代志较要紧，还是安怎样伫主的带领内面，才会拢会当真顺遂。今仔日咱听见两段圣经故事，就是创世纪第3章亚当甲夏娃，甲马太福音第4章，就是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两个关的这个试探的故事亚当夏娃也是耶稣，拢拄着试探，因来做决定，结果有无共款的结局。后一个故事就是创世纪的第3章，咱知亚当甲夏娃受上帝的创造的时，互因伫伊甸园内面生活非常的丰盛，非常的自由，免啥烦恼，嘛免烦恼 pension fund， 也是讲 retirement saving。但是有一天，一只蛇真聪明，是所有的生物内面上界狡猾啦吼。你可会记你台语安怎翻译无 ？cricket 诡计多端的 cricket 的蛇来问来甲夏娃讲上帝讲毋通食迄丛树的水果，敢有影？迄丛树你看是毋是上界水，还是所有内面上帝哪会独甲迄个上好
挑你，无爱互你食，敢若咧甲你盛啊，再搁甲你安尼禁止。我讲有影咧吼，迄张树，上帝讲是会当互人分辨好歹善恶。那安尼我若食，我是毋是甲上帝同款聪明？所以伊就做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伊想要甲上帝同款聪明，想讲要比上帝较敖，所以开始怀疑上帝命令。结果呢，有影当伊食了以后，伊煞有法度分别善恶，因为突然知影讲，我来拢无穿衫，感觉足歹势，感觉足弱，脆弱安尼吼。果然有法度分辨，本来是天真无邪，真欢喜，今仔才突然感觉讲，家己毋对，佫上时佫感觉讲，我会当分别好歹，总是上时我嘛知影讲，什么是对毋对，因为伊知影讲伊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创造因，上帝祝福因，上帝照顾因，却因违背上帝唯一的一个命令，所以就赶紧来挽无花果的叶啊。给编起来，好像裙子一样哈所以因开始要闪避上帝面，因迄款分别善恶的过程，互因知影家己软弱，却互因感觉讲家己有罪恶，唔敢去见圣洁的上帝。阿当甲夏娃的故事，是毋是嘛是咱的故事？咱常常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却也陷入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迄款的试探，也是诱惑。想讲咱家己甲上帝同款聪明，所以咱就忽略上帝的改变。今仔日做一人想要做上帝，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特别遐个政客、官僚。也是遐个技术企业非常傲慢，也是遐个亿万富翁非常的贪心。因认为讲因比所有人较聪明，所以因会当乱用权势、违法、贪腐，对其他的人，不管你是甚么款的人，不管你是毋是对咱的国家有贡献的联邦的官员。甲你抬头就甲你抬头，甲这个世间用甲遐尼混乱。这人想要做上帝，咱毋是干那要责备这款的人，咱家己伫主的面前嘛是着爱反省，是毋是？伫咱家己的生活中间，咱袂记得，咱只不过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咱就爱敬畏上帝，咱就爱疼惜咱的厝边，咱就爱保守这个世间上帝想使咱这个地球环境，甲咱这个人群，咱这个还佫有民权的国家，有法治的国家，请咱为着咱的世间，暂时专心来祈祷。上时唔通袂记得，咱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做总统，不管你是做部长。不管你是做普通人，不管你是只有像咱谦卑好好过日子的人，咱伫上帝面前无一项会当亚抗。咱弃身作体，上帝看了真清楚，咱要倒位去闪，嘛无法度闪避上帝面。真像圣公会有一个真好的这个真侪的祈祷文，安尼讲专灵的上帝啊，所有的心对你拢是拍开的。人认为所有的愿望，拢是你所知的。认为无一项隐瞒，无一项秘密，会通对你来隐瞒。所以，咱在伫上帝面前，特别伫这个大灾节的时间，咱要纪念主要说，谁来需要来到这个世间为着咱来死，因为咱得罪上帝，咱得罪厝边，咱无好好尽咱做人的本分。主要说，咱就爱来到这个世间受难受死，这就是咱伫主的面前需要认罪、需要悔改的所在。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耶稣，亲像阿当甲夏娃
耶稣嘛是上帝的子嗣，啊，伊要开始伊伫这世上的这个天国的传福音的时间进前，伊去到这个旷野，伫遐禁食祈祷40天，专心来思考到底上帝要安怎样使用伊，伊要安怎样去达什么款的所在，要安怎样来传讲上帝国的临到。这时咱发现讲魔鬼来到伊的面前，要甲伊试探。这魔鬼真巧，大声假说讲伊真关心耶稣啊！你已经禁食40天，你一定真枵，是毋是？甲这石头变做饼，虚情假意要来关心伊，其实是要叫耶稣无倚靠上帝。然后伊个带耶稣去看天下万国的荣华，讲这个我拢要互你，你敢若甲我跪落甲我拜就好，敢若真简单，就会当得到真大的权柄。总是耶稣无受这个引诱，无受这个试探。伊讲上帝所要求的只有咱安怎敬拜伊，独敬拜咱的上帝。咱看见主耶稣，伊信靠上帝，无顾家己的骄傲；伊顺服上帝的话，无去试探上帝。啊，伊只有荣耀、尊重、敬拜上帝，所以伊就未受魔鬼的引诱。咱看见这两个故事，旧约甲新约，亚当夏娃甲耶稣中间，拢同款有一个试探者，就是撒旦，用抓的方式，用魔鬼的方式出现，要来引诱上帝的子子。但是这两个故事的结局却完全无同款。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上帝，最后受赶出伊甸园，总是主要所进入这个罪恶的世间来拍赢魔鬼、甲撒旦、甲罪恶、甲死实。保罗伫罗马书第5章捌安尼来比评这两个故事。伫罗马书第5章，伊讲头一个亚当，因为伊一个人犯罪，互咱的人类头一摆有罪恶。啊，因为迄个罪恶的工价，迄个代价乃是死，所以人类才着爱拄着死。圣经用这款的故事，要甲咱讲起人若违背上帝创造主对咱的要求，咱就会得到犯罪，得到死亡，肉体的死啊，甲属灵的死。总是保罗继续讲，主耶稣基督来到了世界，伊嘛是一个人。总是伊甲第一个亚当无共款，就是伊顺服上帝，上帝爱伊传福音，天国要到，上帝国要到的福音以外，佮去到十字架顶来为着罪人来死，成做替赎的羊羔。耶稣基督欢欢喜喜为耶路撒冷去，因为伊一个人的顺服。咱所有的人会当伫伊的内面，因为信靠伊、倚靠伊，咱就得到称义，咱得到佫一摆成做上帝所听的子子。所以耶稣就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是一个原型，是一个原型违背上帝。耶稣变做一个反型，anti-type。第二亚当啊，第一亚当带来刑罚，第二亚当带来拯救。亚当、夏娃、耶稣，甲咱拢是上帝的子子。当咱面临，还是讲面对魔鬼的引诱的时，咱看见亚当甲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最后受赶出乐园。耶稣却选择要信靠上帝，要顺服上帝。要尊重上帝，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所以耶稣真做咱信徒真好的模样。同款做上帝的子子，咱要学习亚当夏娃，还是要合同主耶稣？我想这个选择非常的清楚，因为因的结果拢无同款。再过来，通过这两个故事，咱来想两个神学的问题。头一项。上帝是安怎样要拥稳这个试探发生？
咱知魔鬼是上帝的仇敌仇敌哈，所以咱会通理解，是安怎魔鬼拢是要想尽办法利用逐款的机会，要来引诱咱这个上帝的子儿离开上帝。亲像迄个安尼咆哮的狮子哈，迄个真妖恶啊，行话的狮啊，伫逐所在行游，要来吞食咱做伊的食物。咱通了解魔鬼是安怎做，但是咱有时检查会问讲：呀，上帝太要拥吻魔鬼来试探咱，来引诱咱。即使咱这个世间拢无有这款的诱惑，也是讲试探。It's a beautiful, pinky, nice world, wonder world。安尼敢毋是真好？是安怎上帝要用阮试探来发生？事实上，试探并无一定是歹事。这个植物学家哈研究食物的科学家甲咱讲，迄个伫迄个山顶遐个树木，遐个树木会当安尼生长成做真好的这个硬木哈，会当起做建筑的好木，就是因为因伫山顶常常迄个真强烈的风甲因吹。为细丛树栽开始大汉大丛的过程，风然咧吹，所以因为着要生存，因就会为土里面各种的这个养分，也是讲矿物质特别吸收，互因变做因的纤维真润，因的材质变做真硬。所以其实植物学家讲，设置遐个树咧生长过程，若无有这个强的风常常去甲因吹，因反倒无法度生做真好的这个材这个木材安尼吼。其实咱家己的经验嘛，常常甲咱讲，咱人的身躯需要定期的运动，互咱的肌肉会当较强，互咱的骨头会当卖受紧安尼叫做啥？疏松疏松所以安尼才会当健康，才会当强壮。即使咱若无运动来刺激咱的肌肉甲咱的骨骼会生长会变做真慢，到尾就无气力，到尾就真容易滑倒，一滑倒害啊，哪害啊？毋是干那骨叫断去，即马即个啥pelvic 盘骨。规都煞变做倒喺倒喺眠床，互人别咱拢上惊咧，是毋是？咱中间若超过70岁、75岁，遐即拢真烦恼即项事。伫咱的人相反，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内面，逐日的生活中间，有时咱有压力，有时咱有即个焦虑、烦恼，咱有甚至有在不如意，也是失败事，这些拢互咱会感觉真痛苦。但是咱人生这款的经验，嘛往往会当将咱人性，也是讲咱的缺乏中上好一面，甲咱激发出来、激发出来，互咱会通更较有这个忍耐的气力，更较有智慧，更较会晓想办法来克服这个难关。安尼，咱的人生就更较丰丰富富。即使咱的一生若是拢真顺利，也是讲想过头顺利的时。咱常常讲，迄就是安怎，亲像伫温室里面的花朵，伊若甲伊提出来到外面，一时啊就叫风扇倒，一时啊就叫太阳安尼用歹去吼。所以我想，咱人生即款看起来敢若是有矛盾，是安怎上帝创造世间万物人类的是讲，这个拢是好，上帝拯救咱，真做伊的囝儿。互咱做祝福，像是个拥吻、试探，甲迷惑来发生，就是因为上帝要互咱的人生过了多彩多姿，互咱的人生更加坚强、更加勇壮，所以上帝有时会拥吻这款试探的发生，因为若无有十字架的痛苦，就无有国外的荣耀。上帝温准魔鬼来试探咱，是有伊的道理，因为伊望咱伫这个试探中，真做一款的考验，
互咱的灵性、咱的品格得到操练，安尼咱伫信心、仰望、仁爱各方面就会通更较进步、更较坚强。这是头一个问题，是安怎上帝要用阮试探发生？但第二个问题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回答。第二个心态问题就是讲，上帝会试探咱无？上帝用阮试探，上帝会试探咱阿未？咱伫咱所真实的主祷文内面有一句祈祷文叫做试探的祈愿哈，试探的祈愿，这个 temptation petition。你这个试探的祈愿内面，耶稣教咱讲爱求上帝，唔通带阮进入试炼，唔通带阮进入试探，就叫阮脱离凶恶。但这句咱熟悉的主祷文，咱像讲全世界基督徒拢读背同款的主祷文，其实这个翻译内面有足侪拢无同款吼。咱来今日来想这点就好。咱来第一圣经讲啦，无得带阮入地市，无得带阮入地市，意思是讲，什么人会带咱入地市？这是耶稣教咱对上帝祈祷，讲上帝求你唔通无得带阮入地市，安尼意思是上帝会带咱进入试探啊未？会。安尼有问题无？来，中文感觉讲迄有问题，所以咱中文的圣经安怎翻译？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上帝啊，不要叫我们遇见。有没有暗示上帝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试探？没有。中文的圣经将这个新学问题用错误的翻译，甲伊撇免掉。因为原文是讲无得带阮入地市，咱台语的翻译是较接近这个希腊文原文。那安尼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拄着人生拄着试探，是魔鬼干的试探。不过上帝要引带咱进入试探，敢是有啥问题呢 ？All right， 头一个问题就是讲，世事上帝会当引带咱进入试探，所以咱唔当都爱求伊讲唔通带咱进入试，对不对？所以安尼是会互真侪会友感觉讲，咱既然咱人生受试探跋倒，有时是魔鬼试探，有时是咱软弱，有时嘛是上帝带咱的，所以至少上帝是毋是负责一部分的责任，真困难哦。所以教宗 Francis Pope Francis 方济各就是差不多3年前过身这个教宗吼，大家拢真尊重、真听这个、真敬爱这个教宗。伊一直感觉有这个问题，知影真济信徒，逐个礼拜咧念每一场礼拜内面拢爱读主祷文，所以伊就有组织差不多3-4年，叫伊的神学家大家讨论，最后伫2019年，差不多6-7年前宣布讲要将所有拉丁文的主导文、拉丁文的礼仪、拉丁文的这个崇拜 仪式内面的主祷文，迄是每一个礼拜拢有早祷、晚祷这个Mass 修圣餐拢爱读主祷文，迄个拉丁文，甲伊改过来，伊安怎改呢？这个拉丁文的已经用1500年，1500年就是因开始将希腊文圣经翻做拉丁文的 Vulgate 以后，拢 照希腊文的翻译，拉丁文叫做讲 Elenos inducas intentione and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 就是咱一般正确的翻译英文也是讲台语，改做什么 ？Nos partiaris in tentationem induci。 伊加一句话，加一个字，加一个动词叫做 partiaris。Do not permit us to be led into。
所以讲，伊还去保存迄个引领、引带、inducus 变做 induce， 伫拉丁文说变做讲，上帝啊，求你无容允阮受引带进入这个试探。意思是讲安那，上帝袂甲咱引带去进入试探。所以，当这几年开始，所有的这款天主教的这个崇拜仪式，所有的书全部都改印，为着要甲这句改做伊认为的翻译。当然，差不多是所有的圣经学者，包括真济遮的天主教的学者，拢反对，因为你是主导份是根据耶稣所讲的圣经马太第6章，然后你搁甲伊加一句，减一句，来为着要解决你所看的这个神学的问题，安尼才变做一个真大的问题。咱袂使讲咱的神学观念无共款，所以咱来改耶稣的话，改圣经的话，安尼有严重无？1500年来，所有的天主教的祈祷文，即句即马拢总爱改过，为着要避免一般的信徒掠做讲。有时上帝嘛引出来啊，所以咱唔免负责任就对啦。上帝爱负责任。那同款这个问题，其实咱过来想教宗Francis， 其实伊嘛是神学训练真好的，伊是耶稣会这个神父甲后来做甲省长吼。伊所关心的问题，其实是讲善良的上帝、良善的上帝，哪有可能引出伊的百姓，互因去进入试探，也是诱惑、地教犯罪？伊讲上帝当然袂安尼做。叫这款的神学观念其实是正确，因为伫雅各书第1章13节到14节安尼讲，人受引诱，也是讲试探，迄个动词，迄个字是。伫希腊文是讲一句话，无论你甲翻译做 tempt， 或者是test 或 test， 诱惑也是讲试炼。人受诱惑也是试探的时，唔通讲我是互上帝试探，因为上帝无互歹引诱，伊也无引诱，也是讲试探人。总是每一个人受引诱的时，是因为伊家己的私欲所引起来受诱惑，所以其实方济各教皇方济各的想法，甲雅各书的想法是正确。上帝袂去试探人所以有的学者呢，同款为着要避免互人对这款神学问题的误解，因就将这个试探，无伫带阮这个试，迄个试探到底是试探还是试炼？伫咱中文有无共款的意思无？伊讲这句话是为着要试探你，互你跋倒；伊讲这句话是为着要试炼你，互你更较巧、更较智慧、更较细致。所以试探常常有歹意，对吧？试炼呢有教育好意思，对吧？所以。真济学者就是伫这中间，唔是咧讲上帝会引带咱进入试探无，是讲上帝引带咱进入什么款的物件，是试炼试探。其实伫希腊文拢共一字定啦 ，perasmos。拢共一字，你若知影即句是要用试探试炼。所以大家想看你的神学角度，你就甲伊改做试探试炼安尼。安尼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若甲伊讲上帝，请你唔通引带甲伊讲做是试炼既然甲上帝有关的，上帝会当引带。毋过那安尼是啥讲不要？既然若是讲上帝引带咱进入试炼，互咱愈练愈好，身体愈练愈勇，灵性愈练愈强。安尼为什么耶稣叫我们不要求上帝来训练我们？安尼是不是嘛有问题？所以并没有解决问题咱过来看，所以咱都要去倒来源头的点。其实不管迄个你的试是试探还是试炼，不管你安怎翻译，其实伫圣经内面，约伯受试探，雅各书讲唔通受试探，迄当讲做试炼等等。这个名词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个动词
上帝，请你唔通引带阮进入较歹的迄款的试探。啊，其实咱搁一摆来讲，咱看创世纪的故事，迄只蛇是安怎主动来打散夏娃，想要试探伊，互伊违背上帝的命令，对不对？互伊滑倒失败。啊，马太福音来，所以迄是只蛇主动要来引诱夏娃。总是第二个故事，马太第4章，耶稣伫旷野时，4章第1节特别甲咱讲，耶稣禁食40日暝以后，上帝灵引带伊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圣经明明甲咱讲，上帝引带耶稣去受试探。上帝哪会当引带耶稣去受试探？上帝会当引带咱以其他的囝子去受试探啊？无嘛会。上帝有迄个主权。啊，当然，上帝互咱引带咱去受试探也好，也是试验好。当然，上帝是望咱迄真做一款的考验，互咱更较进步，对无？所以这两个故事，咱搁倒来看迄个同事吼，同事来讲，其实真正要试探人，互咱拔倒的是魔鬼。用稳魔鬼安尼做是上帝，因为上帝才有最后绝对的绝对的这个主权。所以当魔鬼要试探约伯的时，伊就要要求上帝的允准。伊讲上帝啊！你讲恁耶和华上帝，你讲恁这约伯是义人啊，真敬拜伊，虽然互伊遭受遐尼侪苦难，伊嘛未失去伊的信仰。迄是因为你祝福伊嘛，所以伊当然听你啊。上帝讲好，你若要试探，互你去试探。所以咱看见上帝引准魔鬼。伫这个马太第4章，上帝进一步是引带伊的囝耶稣基督去受试炼。所以咱小可来想，这个 case， 既然上帝知影讲魔鬼对人的诱惑，也是讲引诱，也是讲试探的风险真悬，那安尼伊是安怎要去引带耶稣去旷野受试探呢？特别耶稣迄时阵是安怎？已经禁食40年，搁枵，搁喙焦，搁哑烂，伊的身体甲心灵的状况是上界软弱的时，上帝却特别要带伊去受试探，是安怎样？我想至少上帝有3个目的。头一项，耶稣既然是上帝的囝，伊既然道成肉身，伊就爱成做咱真正的人。所以，伊就应该亲身来体验咱人类伫日常生活中所面临身体、心灵各款的诱惑。身体要要将石头变饼无？心内的骄傲，是毋是要为圣殿的顶面跳落？灵内面是讲要甲上帝平等，所以要得到世间万国。耶稣既然道成肉身。真侪真正人性，所以伊就甲咱同款来经历这款人生的苦难。第二，当耶稣上帝的囝有甲这款的试探，还是讲这个诱惑来挣扎的经验的时，伊就会当真正了解当前咱这人类在拄着试探的时的痛苦。亲像希伯来书第4章15节到16节安尼讲，因为咱的大祭司并毋是袂当体贴咱的软弱，伊也伫各方面受过试探，甲咱同款，只是伊无犯罪，所以咱就爱坦然无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着要得到怜悯，得到恩惠，来做咱及时的帮助。只有主耶稣。上帝囝真侪真正的人有咱的人性，有咱的软弱，佫会通较赢战赢魔鬼的试探的时，伊才有法度了解当前咱的需要。所以咱通将一切人生的苦难，咱所拄着的困难，咱所有一切的烦恼，交托给听咱的主耶稣基督。第三点，我想上帝带耶稣去受试探，还佫有一个
问题，就是讲当耶稣甲魔鬼即个拍赢的过程中间，咱看见伊完完全全来顺服上帝，伊无想讲要家己用石头变饼，伊完完全全尊重上帝，唯独敬拜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耶稣真做咱信徒的模范，教咱安怎样才当拍赢魔鬼各款的即个试探。然后咱过来看，过来搁一点哦，咱知影，那安尼，即个上帝引带耶稣引带咱进入试探，有啥物款的目的？魔鬼呢，非常的阴险口结。伊要害咱人，毋是只有用凶恶还是不义的方式来威胁咱。伊更较常常是安怎用迄款善良的假象、虚伪，还是讲敢若看起来真好的事，要来欺骗咱，来引诱咱。毋若要互咱对上帝失去信心，搁要互咱感觉讲咱比上帝较敖。所以安尼，即个中间的魔鬼。常常真困难来抵抗伊，因为伊软硬兼施啦，吼，真歹抵抗。所以耶稣毋知假是咱讲，咱咧祈祷文的时，咱求上帝讲，上帝啊，魔鬼一直想要来甲咱试探，你嘛当甲带阮进去，但是至少请你毋通带阮进入试探，因为试探实在是真艰苦，嘛有真有可能失败。那安尼即款的态度好毋好？其实是 OK。耶稣甲咱讲是 OK， 伊毋则教咱讲主祷文讲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 对无？甚至耶稣感觉讲，迄是真明智的一个举动。为什么？知影讲上帝当咱若有欢喜承认上帝有主权，会当永稳嘛，甚至引带咱进入试探，总是上帝听咱赢过这一切。上帝已经找耶稣来示范，来帮助咱怎样才会当看下试探。所以，咱会当求上帝。因为耶稣捌经验过，伊知影讲，迄款的试探非常的艰苦。伊家己一生是安怎？咱的福音书的记载，先讲起伊3摆受试探。最后主耶稣要受定的前一暝，伫即个。克西马尼园，另外一个花园，毋是伊甸园，即摆是伫克西马尼园底下通眠祈祷，所以在祈祷啥物代志？讲主啊，若是会当，请你将即个杯刷开。上帝啊，若会当，请你毋通清楚我进入即个试探，我都爱为着你的计划，为了你的拯救来受出卖、受鞭拍。受定死是失去迄点，所以耶稣家己嘛是求上帝毋通引带伊进入试探，所以 it's okay。咱拄着困难的时，拄着试探的时，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啊，你若应允，请你毋通。总是主耶稣佮咱讲，到最后完全伊讲，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Thy will be done。所以咱若是有像耶稣即款的心的时，有时甚至耶稣伫试探中受杀害，总是上帝通过安尼来拯救世间人，佮互伊佮我，毋然呢，即摆伫天顶受天下万民天使，大家对伊的敬拜佮服侍，所以有一切有上帝好意。这就是安怎讲耶稣一方面教咱讲求上帝毋通引带咱，因为太艰苦、太危险。On the other hand，耶稣最后一点加一句话，主祷文安怎讲？毋通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这两句爱做伙读，毋通进入敢若较消极，对不？但是更较危险就是安怎？一切试探的来源，要互咱拔对来源是倒位？是迄个恶者，就是迄个撒旦，迄个上帝的仇敌。所以叫上帝救赎咱，离开。脱离迄个凶恶，但这嘛真趣味哦。大意圣经讲安怎？无去带咱入去试，就叫咱脱离迄个歹的。迄个歹的是指啥物？因为伫希腊文内面有一个定冠词哈 ，ho ponelu，the evil one。
是咧指魔鬼撒旦，因为咱世间所有的灾难、所有的试探，拢是对迄个魔鬼来的。啊，甚至咱的试探，毋是干那灾难，甚至是好事，敢若是好事啊，要欺骗咱，互咱离开上帝，这个拢是出于魔鬼。所以咱需要对迄个那恶者，迄个歹的，就是迄个魔鬼来脱离所有不管好的、坏的、假装的、虚伪的，或者是凶恶的事情，由上帝来救赎咱脱离迄个歹的。啊，咱过来看中文的圣经，真可惜，安怎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哈，啊个呐，救我们脱离那凶恶。这刚才是避祸求福的祷告而已，哈啊，拜主啦，并没有直指拜主背后的撒旦，甚至于好的事背后的撒旦，因为撒旦通过歹事好事，拢要引诱咱。所以咱搁倒来看，啊，那耶稣本来伊的教是伊的祈祷，是毋是真有意思？上帝啊，请你耐当，不要唔通引带阮一日去，更加要紧救阮脱离迄个歹的。那安尼时，咱伫这个世间的日子，咱就会当安稳，直到咱见上帝。但结论来讲，咱伫这个大斋节是搁剩2礼拜，特别受难周吼，咱就要记得，咱家己人类其实是土对土所造成的，所以咱有咱的有限甲软弱。啊，当咱面对试探的打击的时，嘛会记得，咱有上帝的灵带伫咱心内。上帝创造咱的时，将伊的灵分伫亚当的身躯，所以咱我靠上帝，通学习耶稣基督是真正上帝的子时。伊会晓信靠上帝的怜悯，伊会晓顺服上帝的话语，伊会晓尊重上帝的主权。伫旧约圣经内面，互咱看见约瑟虽然互伊的兄弟出卖，总是上帝将约瑟对迄个土坑里面来抓出来。但以理为着信仰，互大流士王、波斯王来逼迫，总是上帝互但以理对沙屈行出来。拿撒罗虽然因为怕变死，总是主要所互伊对坟墓中搁一摆搁活。所以咱若看见上帝所行做事，咱就会通安心，咱就用感恩的心来继续行咱天路的历程。愿咱伫咱面临人生逐款的苦难，也是试探中间，也会当经验着上帝奇妙的疼痛。耶稣所享受的平安，是这个世间无法度享受的，以及圣神的保守、安慰、甲独权力。阿们。我
下